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4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，创世纪第18章第1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14章12到14节。今天的主题是招待谁？耶稣基督的教导时常提到宴席，通常是指的上帝国、天国的宴席，如同浪子的比喻当中，小儿子他回家后，父亲设的宴席，一同的欢喜，也代表着天国的宴席。我们读过的浪子的比喻当中，那拒绝的大儿子，他就失去了得到救恩的机会。耶稣基督也曾经以宴席的婚宴来提到所邀请的人，这所邀请的人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大儿子啊，或是选民们，他们都找了许多的理由拒绝来出席来参加。后来主人就吩咐仆人呢，去邀请路边所有不认识的人家不在乎的需要的人，他们进入宴席来。如果是我们设宴席的话，那我们到底要邀请谁进来呢？这是今天教导的重点。今天的教导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要邀请的对象有两个，一个呢是邀请上帝的使者，另外一个是邀请那些没有能力回报的人。第一个角度我们要看到的是招待上帝的使者。在创世纪18章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差派他的使者去找亚伯拉罕，而好客的亚伯拉罕就非常热心的留下他们一起吃饭，然后他就得到上帝的祝福的应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抬头一看，看见3个人站在那里，就跑向前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，对他们说：我主，请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让我招待后再走。我去拿水给你们洗脚，请在树下休息。我去准备一点食物给你们吃，吃了才有力气继续赶路。你们到我家来，请接受我的招待。他们回答：好，就照你说的做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跑进帐篷里，对撒来说：赶快拿最好的面粉出来，烤些面包。接着他跑到牛群中，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小牛，交给仆人，吩咐赶快准备。他拿来乳酪、牛奶和牛肉，把食物摆在他们面前，亲自在树下招待他们，他们就吃了。第二个角度是招待无力回馈的人。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，你招待午饭或晚餐的时候，不要邀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戚或是富有的邻居，还是那一些恐怕他们呢可以回请你还你的人情，这些人你要请客，就请那一些贫穷的、残疾的、跛脚的、失明的，这样你就有福了。因为那些人无力报答你，
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他要亲自报答你。我们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说比喻说，如果我们接待那些需要帮助而没有能力回馈的人们，可能我们就接待了上帝本身。好像是说，上帝时常会微服出巡一样，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招待这些人，可能就招待了上帝。其实这并不是比喻的故事，在我们第一处的经文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接待出外的客旅，其实就是上帝的使者，事实上就是上帝本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使者是三位，是代表三一上帝的本身，他的临在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1到3节的经文这样教导我们：应当要谨慎，不要为着给人家看，才故意在人的面前展现你的敬虔。这样做不会从这个天父那里得到报赏。所以当你周济人的时候，不要先吹喇叭让人家知道，好像假好的人一样，在会堂以及街头上面这样做，想要得到人的赞美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他们应该有的报偿了。你在周济穷人的时候，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，让你可以安静的周济穷人，安静的看你的天父会给你报偿。同样的，我们若是招待那一些没有能力回馈我们的人，就是为了上帝而做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经文也是这样教导我们。他说，无论做什么，好像是为主而做，而不是为了得到拍手回馈而做，求主帮助。诗篇30篇，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因为你救了我，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我向你求助，你就医治了我。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，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。上主忠贞的子民啊，要颂赞上主。你们要感谢至圣的作为，他的怒气转眼消逝，他的恩惠永不止息。夜里眼泪汪汪，朝来喜气洋洋。我安稳自在地说，我永不至于动摇。上主啊，你恩待我，使我稳固，像树立在山上的堡垒。但你躲开不理我的时候，我就恐惧不已。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恳求你帮助我。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进坟墓有什么益处呢？死人能颂赞你吗？他们能宣扬你的信实吗？上主啊，求你垂听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，你使我脱掉悲伤，披上喜乐。所以我不缄默，我要歌唱颂赞你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
谢谢上帝，让我们可以与主同坐席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懂得与需要的人分享主的恩典，让我们愿意去邀请、招待那一些没有能力回馈我们的人，分享上帝的恩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